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礼拜。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对我们的保守跟照顾。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主啊，我们也齐聚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主用圣灵亲自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所有你不喜悦的事。让我们用敬虔专一的心，用渴慕的心来敬拜你。我们也将今天服侍的众同工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亲自带领赐福。让我们透过这些同工的协助，将我们的心灵跟诚实表露出来，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啊，我们也特别在这个岁末的时候，恳求您在新的一年当中，帮助我们的教会更加能够寻求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做，来完成你交代我们的使命跟计划，成为这个区域、这个国家的祝福。我们同时也将我们台湾的众教会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引领、保守、眷顾，让我们都能负起你所交代我们的使命，带给更多台湾百姓祝福。我们将台湾这个国家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引导、保守、眷顾。特别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求主让我们超越过疫情所带给我们的挑战，让我们更加向前迈进。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兄姐妹平安，邀请大家一同从座位上站起来。在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想邀请大家，让我们极力的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用这首歌来宣告，来赞美神是那个哈利路亚的神。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神在神意如洪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忠诚永留，我的主你在这里。起初的我和你，现在永在的主，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你日头如光照耀，万国来看你荣美。神的公义主你敢相信，现在永在你之王。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想挑战大家，让我们用更喜乐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忠诚永留，永活的主你在这里。让我们来宣告神从起初就在。起初的我和你，现在永在的主，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你日头如光照耀，万国来看你荣美。神的公义主你敢相信，现在永在你之王。起初的我和你，现在永在的主，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你日头如光照耀，万国来看你荣美。神的公义主你敢相信，现在永在你之王。现在永在你之，现在永在你之王。哈利路亚！让我们将我们最大的赞美、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年是一个很快速的一年。我们知道，因为疫情的期间，我们有将近4-5个月，我们没办法一起有实体的敬拜。但是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更珍惜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的时间。谢谢主，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思想在这一年当中所经历的许多事情。感谢主，在这段不容易的过程当中，上帝都在我们身边。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你永远在我生命中。你永远在我生命中，伴我春夏和秋冬，因你恩手遮盖我，带我进入你的公义，我仰望你，我等候你，我相
你欢唱爱的诗歌，你心事永不改变。我享受在你永恒怀抱中，你永不离开我的身旁。主啊，你永远在我生命中，你永远在我生命中，伴我春夏和秋冬，以你恩手遮盖我，带我进入你的公义。哦，我仰望你，哦，我等候你。我向你欢唱爱的诗歌，你心事永不改变。我享受在你永恒怀抱中，你永不离开我的身旁。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在这一年当中，虽然有高山有低谷，但是我们相信主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数算在这一年当中所有的恩典。谢谢主，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
的向你欢唱爱的诗歌，你心事永不改变。我享受在你永恒怀抱中，你永不离开我的身旁。谢谢主，在这一年当中，虽然我们经历过疫情这个不容易的时刻，但是主，你一直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求你赐给我，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主要求你亲自来吸引我们。更深来跟随你，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想邀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让这首歌成为我们对神的祷告。我会为大家来提词，求赐给我，求赐给我清洁的心，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
邀请大家来做一个祷告，为了自己来祷告。如果你曾经立志要跟随神，但是暂时因为可能很困难，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拦阻，没有关系。我们对神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亲自吸引我们来更深来爱你，来跟随你。如果你还未曾来跟随过这位神，我也邀请你对神做一个祷告，说：主啊，你来吸引我，使我来认识你，使我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使我渴慕来爱你，来跟随你。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圣灵来吸引我们，来认识他。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的圣灵，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个会友，主啊，你亲自来吸引我们来爱你，亲自吸引我们来认识你，主啊，帮助我们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求你亲自赏赐你的圣灵，亲自来动工，主啊，触摸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的圣灵更多使我们认识你。耶稣，我唯一的渴慕，我唯一渴慕，为你同在意。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耶稣，你是我唯一的渴慕。我唯一渴慕，因为你同在里。主啊，你来吸引我们。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主啊，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圣灵啊，我们渴求你赐给我们，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主啊，谢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堂当中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亲自来吸引我们。主啊，因为唯有你的爱使我们能够渴慕你。主啊，唯有你吸引我们的时候，才能够使我们能够来降服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祷告不完全，我们要用你所教导的主导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羞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早，我们来攻读圣经罗马书12章1到2节，现代中文译本247页。罗马书12章。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
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当献上的真实敬拜。第2节，不要被这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信息，我们的蔡主任牧师要讲的信息是献身为活祭，献身为活祭。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今年过了很特别的一年。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有超过1/3的礼拜日都是在家里面用线上礼拜。那我们今天还能够来到圣殿当中，与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其实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保守，让我们得到真实的平安。我一向认为，做一个基督徒有2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来做。第一件就是我们应该时常思考，去思念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恩典。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恩典有所回应。那其中过一种奉献的生活是回应上帝恩典最好的方法之一。所以在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献身为活祭。大家一起来思考献身奉献的真实意义。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感受到我们真的是非常蒙受祝福的儿女。从今年的第1天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蒙你保守跟看顾。我们感谢你用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所行过的路上，你也都预备丰盛的供应。你让我们能够健康平安，特别是在今年当中，你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您，更加珍惜您所赐予的爱以及一切的恩赐。主啊，我们也感谢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供应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有智慧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主啊，此刻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要透过你的话语来领受祝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可以听你的话语并且去实行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在今天所读到的圣经节是出自于罗马书的第12章，这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当中的一段。那保罗用这段信息去劝告罗马教会的信徒，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奉献的功课，就是献身的功课。一般我们谈到奉献，我们通常所想到的就是我们在礼拜程序当中的奉献的金钱。但是保罗通过他的经验，他认为一个真实的奉献，一个真实的敬拜，乃是将自己本身完完全全奉献给上帝。所以今天牧师要以献身为活祭这个题目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一开始保罗用很慎重的语气来劝告罗马教会的信徒有关于奉献这个事。他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祭物，当作活的祭物献给上帝。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活祭这个字，
这个字眼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在圣经当中，除了保罗有用过“活祭”这个字之外，其他的人都没有用过。保罗特别指出，我们献上的是活的祭物，不是死的。而这跟旧约传统的献祭有很大的不一样。犹太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都是将牲畜带到祭坛前，然后将这个牲畜杀死，然后献在祭坛上面去烧。献祭的意义就是用这个牲畜，就是牛啊、羊啊，或是一些鸟类，用这个祭物代替自己献上，来赎自己的罪。那在旧约当中记载5种不同的献祭，就是燔祭，就是烧化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又称作赎过祭。那这5种祭物分别针对不同的情况来献祭。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研究，大多数的献祭都跟自己的罪有关。也就是说，人因为知道自己犯罪，或是在无意当中犯了得罪上帝的事情，那就用献祭这个祭物来赎罪。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希望人真实的改变，而不是说我们犯了罪才来献祭，那献完祭之后又继续犯罪。那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上帝希望我们真实的改变。实际上，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我们就常常看到先知对这个提出提醒。比如说，我们来看一段，这段是记载在阿摩司书的第5章。先知阿摩司这样对以色列百姓说：上主这样说，我讨厌你们的节期，受不了你们的盛会，我不接受你们的烧化祭和素祭，也不稀罕你们献上肥牲畜做平安祭。我不喜欢你们那闹哄哄的歌声，也不爱听你们弹奏的乐曲。就是说，所有的敬拜它有一个原则，上帝有时候不喜欢我们的敬拜，不喜欢我们献的祭物。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施行上帝的公义跟公平，在生活当中去剥削这些穷人跟欺压这些寡妇孤儿。那我们再拿祭物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献祭，上帝说这些事情不要这样做。他说其实你们应该像江水滚滚涌流，不屈不挠的伸张正义，像溪水川流不息，始终不懈的主持公道。也就是说，上帝希望我们主持公平公义，胜过我们对他的敬拜跟献祭。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上帝真实喜悦的是我们内心真实的改变，把上帝的心意实现出来。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犯罪之后所写的诗篇51篇，他这样说，他说：主啊，你本不是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喜欢是我们能够悔罪，然后得到改变。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边要求敬拜上帝的人，必须内心是真实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要求。因为我们可以拿着牲畜来献祭，透过这个行动让别人看到说，我们是敬虔的，我们是悔罪的。但是上帝不是看我们外表的上帝，上帝是看我们内心的上帝。因此上帝对于活祭的要求，就是我们生活实际真实的表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好像献给上帝活的祭物一样，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要为主做见证，把我们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献给上帝。所以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看，既然是祭物，表示已经死过了啊。我们刚才说过是活的祭物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祭物是必须要死过的啊。所以我们要清楚一点，这个活的祭物是死过的祭物，又重新复活的啊。那将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上，表示什么？过去的我们已经死了，如今活着是属基督的生命。就像保罗先生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简单的意义来说，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是活泼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为主而活，讨上帝喜悦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过去那个充满罪恶的我们在主里面得到更新。在早期教会最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忏悔录的作者叫做奥古斯丁。他在信主之前，他有2件事情非常出名。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以他的学问丰富、智慧很大出名。他就是很聪明，拥有很多的学问。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信主之前，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放荡，特别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他永远都受到捆绑，没有办法超越。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敬虔，而且不断为他祷告的母亲，不断的为他祷告。而当他悔改信主之后，他必须要面对过去的自己。最令他难以面对的就是他跟过去交往过的女性的关系啊。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他不知道如何去应付，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过去曾经跟他交往过的，是有同居关系的这些女子。据说有一次，奥古斯丁在意大利的米兰街上行走的时候，远远就走来一个过去跟他交往过、跟他同居的这个妓女啊。那个妓女看到他，这是奥古斯丁，就跟他打招呼说：“奥古斯丁，是我。”但是奥古斯丁这时候不理会他的呼喊，而加快脚步向前行走。他又大声喊叫说：“奥古斯丁，是我。”奥古斯丁他没有减慢他的步伐，反倒是非常坚定有力的回答说：“是我知道是你，但是我已经不再是我，我已经不再是我。”所以他拒绝了这个女子的邀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过一种献身为活祭的生活，就是要跟过去的错误告别，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了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过去的我们，而是一个崭新的生命。第3个角度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在旧约，我们所奉献的祭物要完全没有瑕疵，而且是全然的献上。没有一个人献祭物之后，还把祭物的一条腿拿回来说：“这个我不献，其他的都献给你。”或是只献一条腿，其他部分我要。没有一个人这样，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哪一个部分还留下来不奉献给主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当作活的祭物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全部都是属于上帝的，而我们只不过是上帝委托我们管理的。所以既然我们要管理，我们在使用之前就要问一问所有者的想法。我们要问一问上帝，你的想法是怎样？他希望我们如何做，我们就照着这样去做。所以为主是全然的奉献。
据说巴克里牧师他在每一次人家要受洗的时候，小会问道理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他就会请他们翻开我们的圣诗306首。如果你仔细的去唱圣诗的306首，我们奉献的诗歌都会唱到，对不对？我们都唱奉献金钱的那一段而已。如果你去看306首，它是包含自己的手，包含自己的脚，包含自己的嘴巴，都奉献给主，为主所用。我们的全人都完完全全奉献给主。所以今天保罗鼓励我们要当作活活的祭物奉献给上帝，是全人的奉献。那要如何做到全人的奉献？我们接下来看保罗他如何帮助我们。首先，保罗知道，当一个人要献身当作活祭，一个人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时候，首先他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所以在和合本的圣经，他这样翻译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现在这种译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也就是说，效法这个字，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同化，因为人很容易受到影响，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很容易就跟其他的人非常相像。人家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也有些人说臭味相投的人就会聚集在一起。那我们因为聚集在一起，就很容易受周遭的环境、受人的影响。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住在台南大专中心的宿舍里面。那一方面有很多宿舍朋友可以一起学习，那大家可以一起念书。那一大群人一起生活，我觉得非常有趣。有时候晚上读书读到比较晚，那宿舍的朋友就会约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吃个宵夜。那当时的大专中心学生宿舍它有一门禁的时间，就是到晚上11点，它门会锁起来。那时候电话没有像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手机，不能叫楼上的人帮我们开门。所以我们都要赶在11点之前要回到宿舍里面。那万一如果迟到了怎么办？我们宿舍的这些学长学姐们就跟我们说，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宿舍旁边的车库有一个墙，你就爬墙进去就可以了。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吃宵夜或聊天聊得比较晚了之后，回到宿舍的时候就会爬墙爬过来。那刚开始我们就常常会这样子，晚上都会出去吃宵夜。那后来一阵子之后，这个变成一种习惯。可是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有一次我们在爬墙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同伴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墙好像越来越高啊？怎么爬比较难爬了？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我们体重都变重了。常常吃宵夜，体重就变重了。那我们就受影响啊，每一个人都一样。当然住在学生宿舍里面也有好的影响啊，因为在学生宿舍里面规定大家一定要早上6点起来早祷，晚上还有安排晚祷，周间还有聚会，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信仰进步最快的一段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你到一个好的环境就会受到好的影响，那你到一个负面的环境、不好的环境，你就很容易受到它的影响。那基督徒面对最大的危机，当一个基督徒愿意过一种献身的生活，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身处的世界。这个世界常常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在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去追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要受了社会风气的影响，不要被世界同化，不要向世界看齐。我们常常想说，一个群体里面，如果这个群体里面的人都常常在讲八卦，谈一些肤浅的事情，谈一些没有营养、没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个群体就变成一个不会使人进步的群体嘛。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的团契或是小组当中，我们都是谈属灵的事情，我们都思想上帝的话语，都讨论牧师每个礼拜讲到的内容的话，
那我们就会进步啊！每一个人都在想说，我如何为主做见证，如何去传福音，如何去祝福人。那这个小组的成员，这个团契的契友，就会感染到这样的气质。这是我们要营造的。基督徒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基督徒不受世界的影响，反倒去影响世界。基督徒应该在各行各业当中成为别人的榜样跟祝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说，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都知道光不能放在那个斗底下嘛，光要怎样？要把它放在黑暗当中，它就照亮这个黑暗。那盐呢？盐要放到这个食物里面，它就会带来调味、防止腐败的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要去影响这个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所影响。我们想想看，当年宣教师把福音带到台湾，他不仅把救恩带来，在当时社会当中的教育、医疗、社会服务方面，也给整个社会许多正面的影响。那今天我们教会好像常常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个社会，反而受到许多社会的一些不好的因素去影响教会。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反倒是要去影响这个世界，去影响周围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第二个，献身为活祭，除了消极，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之外，它也有积极性的意义，就是它要使我们每一个人心意更新来变化，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过去牧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从里到外都要更新改变。从前我们诡诈或是自私，现在变成诚实，变得有爱心。从前我们可能做一些错的事情，现在我们悔改向上。我们要常常去做信仰的反省。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或多或少可以靠着主的力量，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自己，更新我们自己，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刚刚信主的人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知道今天第3堂有许多人要接受洗礼，正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这些刚刚信主的人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这些老的基督徒也需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长进，这样才是把自己献身当作活祭真实的意义。那最后一点，牧师要让大家知道，献身为活祭，通过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被这个世界同化，然后通过心意更新来变化我们自己之外，我们就可以查验上帝的心意。有关于查验上帝的心意，牧师有几个提醒，这个提醒都是一再的叮咛啊，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把它记住。首先，我们要知道，要查验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都记录在他的话语当中嘛，就是记录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用敬虔祷告的心去研读圣经，自然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用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祷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求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把他的心意实行出来。有些人会来找牧师说，牧师，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我都会要求他，你要为这件事情敬虔的祈祷，要努力的读经。我深信上帝会在读经祷告当中给我们正确的引导。所以你要查验上帝的心意，首先你要非常认真的委身在读经跟祷告当中。教会有帮大家预备许多的读经的教材，我们在外面的走廊上面就放着1月份到3月份的新眼光读经的读本，
那另外在9楼，我们也可以买到填充本，帮助我们每天都固定的时间来研读上帝的话语，思想上帝的话语。这是每天的功课了啊，不是说今年完成了我完成了就结束了，每天都要如此做，这样才能够查验上帝真正的心意。那第二个，除了你自己研读圣经、自己祷告之外，有一个属灵伙伴的协助，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那我们都知道，刚才说过，环境会影响我们嘛。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好的属灵伙伴，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那感谢上帝，在我们周围安排了许多可以协助我们的人。事实上，在牧师的人生的过程当中，许多属灵的长辈，在我面临抉择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结交属灵的好友，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但是牧师也给大家一个提醒，你要成为别人好的属灵伙伴，就是你要结交到好的属灵伙伴，你也要成为别人好的属灵伙伴，那就是带给别人更大的祝福。我会鼓励大家参与教会当中的小组跟团契，可以帮助我们信仰有一个好的环境，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查验上帝的心意。那查验上帝的心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他的心意。在这边，保罗用了3个字来形容上帝的旨意，他用善良、纯全、可喜悦。那上帝的旨意有3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善良的，就是跟邪恶相对的；第二个就是上帝的旨意是完全的，是纯全的，是与混乱、黑暗相对的；第三个，上帝的旨意是让上帝可以喜悦的，是与让上帝忧伤相对的。所以如果你违反上帝的心意，我们就知道你就是活在黑暗邪恶当中，会让上帝忧伤。那如果你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命，就是善良纯全，让上帝满足上帝心意的生命。所以凡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情，必然会把我们带离黑暗跟罪恶，让我们的生命合乎上帝的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牧师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作为一个领受恩典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如果定义这样做，一生跟随主，我们就会充满许许多多大的祝福。这时候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用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在1年当中引导保守眷顾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活的祭物，恳求主你悦纳，并且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让我们活出让你满足你心意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主啊，求赐给我们，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主啊，你来吸引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
向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特别感谢神在一年当中的引导、保守，让我们从岁首到年终都得到他的带领。也许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正面临许多的困境，也许有些人身体有病痛，或是心灵忧伤。我们深信上帝必然在我们当中动美好的工。如果你需要有人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服侍团队会在你的身旁协助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前面这边、后面那边都有姐妹。这边有需要。其他的人，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恳求主引导我们的生命，赐下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能够满足他的心意，我们可以一生当中都跟随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真实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将我们本身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你，是全人的奉献。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力量，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而是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让我们更合乎你的心意，满足你的心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查验你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属于你，活出圣洁的生命来荣耀你，并且带给其他人祝福。我们特别将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亲自赐福带领保守，忧伤的求你亲自安慰，有病痛的求你亲自医治，引导我们完全归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预备奉献。
各位兄姐，请起立，我们做奉献的祷告。感谢主赏赐平安喜乐。现在奉献主所赏赐的金钱，才能作为圣工之用。求主悦纳，靠主名求，阿们。请坐。做施工报告。本会会由血缘乡姐妹朱世辉弟兄之母，在12月5号安息主怀，并于12月28号本周二上午10点半，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阳楼3楼至美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岁末感恩祷告会，时间12月31号本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在10楼礼拜堂有敬拜、赞美、祷告、岁末感恩，请兄姐踊跃参加。任职者就任，在2022年1月2号下主日第3场礼拜中举行任职者就任，请新任的长职、各委员会、信徒委员、各团契、诗班、敬拜团新任同工以及牧区小组长、小家长预备时间参加。读经运动，在2022年的读经进度表，在2022年的1到3月的新眼光读经本已放在10楼的走廊桌上，请自行取阅。2022年1到3月的圣经充满我经文填充本，要购买或是要换取，请到9楼洽李淑恩干事。装备委员会事工，2022年的1月起有举办3班新课程，一是读圣经学，听故事学圣经。2022年1月2号起有12堂课，请自己再看周报。装备委员会事工关系布道课程有2个时段，礼拜2的上午、晚上各1堂课，还有礼拜4的下午也有1堂课，请向
在7楼上课，请各位自己留意。装备委员会还有一个不可不知的一堂课，2022年1月3号开始有4堂课，那是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9点。若要线上报名，或是向李孙干事报名。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岁末温馨年菜送到家的活动。社福基金会邀请各位兄姐在年前准备一份那个年菜送给弱势家庭或是长辈，满满的祝福和关爱。今年的计划关怀户数有123户，那我们有7菜的年菜，每组年菜1000块。若是有要捐款，请洽办公室徐主任或是基金会。以上报告，我们请牧师来欢迎来宾或是牧养代祷。大家平安，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好，没有，好，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